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也》，我是吴启勇。六队总头客场是5月底会替六队的8只总头做救出去哦。我哋今日来宾呢，都是六队总头客场蛮有重要的人物。首先呢，是一个小导弹的团长，同时呢，是六队总头客场的总导演车淑清。淑清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导弹的团长谢淑静。咱我伊咧呢，咪係小導彈，伊係邊靠拖延，咪係一班呢有兩出去嘅邊靠拖延，其中一個係邊靠拖延，一個係邊靠林正勳。正勳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导弹的编剧导演林正勋。首先当然要請淑靜哈，先跟大家解釋要小導彈，嘿，大家可能沒有字幕哈，沒給導彈，可是有一點那個意思哈，因為我們解釋一下這個團名。小導彈就是大概成立在3年前，那小呢是小孩子的小，那這是我們其中關懷的一個面向，就是親子。島呢是島嶼的島，那其實呢我們就會走它很多的地方，從最北到馬祖，最南到屏東，就是越去中央化的地方，越是我們要去關懷的文化。然後蛋呢，它其實是元旦的蛋，那它有2個意思，一個是女性的角色，一個就是日出。那我們希望這些比較不是主流，或者是說比較好像附屬的這種狀態的文化，它其實能夠有一個發生的空間，那就是我們小導彈的一個核心的精神，這樣。不過其實3年前成立小導彈以前，淑靜都講很多案子，其實你案子就已經接不完了，為什麼自己想要成立小導彈？等於說我2003年畢業，2006年開始導戲到現在，其實就已經10幾年了嘛，對，那都是會跟各個劇團不同的狀態合作，但常常就是委託創作啦。但是後來我就把這些委託創作跟自己想做的事情全部盤整出來之後，就覺得這個就是我最關心的，也就是我最想要做的部分，大概都不出這3個範疇，這樣。所以這小導彈的名字當然跟我兒子出生有關係。我覺得孩子他天生有一種好像是破壞力。但它其實是一個照亮很多事情的能力，就是它其實是非常親民的。它好像對某些事情在破壞的時候，它其實是讓我們提醒我們是不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太多的規則阻礙了我們繼續去思考跟前進。所以我就覺得這小導彈好像它其實是它的英文我們是 Island Daybreak， 它其實就是島嶼天光的意思。就是說很多沉在下面的東西，它需要有一個破，它才會被看見，它就像雞蛋破掉一樣，它其實是一個重生。所以我們在做不同，它就算就是策展、它演出，或是說文本的核心的時候，都會把握的這樣子的一個原則來做創作。那正勳呢，跟淑靜怎麼認識？怎麼會加入小導彈？其實我一剛開始是淑靜導演的演員。對，我大概小學2年級就開始演戲。是童星。對，真的。對。那時候是參與淑靜導演的《舊情綿綿》音樂劇，但那時候已經長大了。那時候對，沒有那麼久了。研究所的。對，研究所剛畢業的一個社會新鮮人。對，然後去應徵了淑靜導演的戲。那剛好應徵上，然後我就去做了淑靜導演的演員。但是因為我們兩個剛好都住在台北的南邊新北，那我們在回家的路上剛好都會一起搭同一班捷運，那我也算是一個保鏢的角色啦，就是一起陪導演回家，剛好在路上聊天。那剛好我的一些經歷，就在畢業以後去了一些編劇公司啊，以及一些寫一些連續劇的劇本。剛好跟淑靜導演都蠻接近的，那他也把他的經歷分享給我知道。那在這個行業裡面，當然我們就是會遇到蠻多的不穩定的一個情況，所以淑靜導演就剛好在因緣機會下有幾個案子，就問我說要不要我做做看，那我就也答應下來，就嘗試做做看。那時候他帶着我去馬祖。然後我們也是做馬祖的居民劇場，那時候我也是做編劇導演，那淑靜導演應該是在試水溫啦，對，但試完以後沒想到就是還 OK，那就接下來就還有做桃園的案子，
然后基隆的案子，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6队客庄的案子。哦，对，古时候郑勋一开始做电视剧，小学的时候。对。哦，所以你是有点反过来，对不对？就是你是先接触这个媒体，然后再到剧场。对，我是先接触媒体，电视电影然后我有做电影配乐，然后有做我也有做蹦嗓啦，收音，对 BMI 的收音师，但是我之前遇过一个导演，他跟我说，我要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然后专注做一件事情就好了，不然我会四不像这样子。对，所以我后面开始想这件事情，那刚好有苏静导演在身边，那这件事情是我在高中，因为我那时候读华冈艺校的时候，我就是在学剧场这一块东西。对，那我就觉得，如果我有机会可以把自己跟把自己跟这些居民这么算是朴素简单生活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剧场，那好像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尝试看看这样子。对。那苏静也算很会挑人，挑到一个好像很全能的对，成员。就是说他当演员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很多年轻演员，然后你就会观察到这个人的生活经验特别的老练。然后对，然后包括我们在演《旧情绵绵》的是一个基隆的戏，那他们是重幼科技影艺科技大学毕业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他的有一些进退应对，就是有生活的历练感，包括有一些小人物，他某一些的形貌他特别能够掌握，然后就发现说，这个人的生活经历应该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然后就发现说他编剧、导演、影像或者是音乐跟吉他演奏，他其实都会。那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人会被埋没呢？那秉着小导弹这个 Daybreaker 的精神，他其实应该是要被浮现或是照亮嘛。但是就是有个特色是说，他其实出道就很早。然后呢，看起来就是一个帅帅的潮男，所以当他出现在居民剧场的时候，就跟很多长辈老人家的时候，你看我们从吃得开，他是吃得开的哦，他知道怎么跟老人家相处哦。而且呢，我们其实跨了很多的语言的文化，像马祖我们讲的其实是马祖语，它是闽东语，然后到大溪它其实讲的是闽南语，到客庄的时候其实是客语，它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幅度之下去跟最在地的人去做合作，那其实都 OK 哦，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基本上当地人就是很买单，会觉得说你好像做出了我们觉得我们的文化的样貌，重新让我们在演跟看的时候觉得，哎呀，其实我们是这个样子，我们让他们找到了某一种文化的自信心，就是说而且让很多原本可能不相识的人，可能原本我们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排练，我们是要坐飞机、坐船、坐车，然后让一些原本可能不会碰在一起的人，然后一起来成就一个戏。那这个戏居民剧场当中，它其实有一些公民的意义，就是说他们人在当中对话，他们在当中互相的观看，原来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形貌，这样，这就是跟郑勋合作的一些经验，这样。古时候谈起来，如果唔能有去过马祖去过大溪，已经做了一些社区剧场、居民剧场的经验。古时候有亚白的机会，会做6队庄头剧场，那个机缘怎么牵起来的？其实就是我一半客家人，我爸爸那边是桃园新屋，但其实我一直没有跨到客家这一块，就一直不知道是近乡情怯还是怎么样。但是其实就是我发现我一直做戏的历程都是在寻找自己生命或者是父亲母亲前辈生命的一段一段的经历，所以客家是迟早一定要做的事情。那只是这个机缘是因为我的学姐邱月婷，她是大我一届的学姐。那其实在北医大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联系，那她知道我在做居民剧场相关的工作蛮长的时间，这样就说那是不是这一次可以来合作，然后做客家的东西。然后我想说做客家的东西，那就是对我来说，虽然我是北客，但是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借着这个机缘去用一个比较广泛的观点去重新看自己的这个族群。我是客家的嫁出去的女儿，
客家嫁出去的女儿，其实对客家之间，就是你有一种你被拉扯开来，是你要回客家没有这么的容易。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还是很希望可以做一些什么，那借着这一个另外一个身份来重返客家。我讲过，苏进屯、郑勋，对那个6队客家，刚好你们是有不同的角度进来哈。苏进就是半个客家人，然后郑勋你是高雄人，对，所以地理上其实你离6队是比较近的。但你在接6队庄头剧场之前，对6队有什么了解吗？就进来的冲击是什么？完全不了解，对，因为那时候听到6堆这个词的时候，是觉得这是哪里？是6龟，是不是念错了？对，然后他们说不是是6堆，然后才想说6堆，然后才开始听总团那边的制作人，还有他们当时带我们去现地考察的在地的耆老，听他们解说6堆的这个名词的由来，然后才知道说原来这是好几个地方集结起来叫做6堆这个名字。那进到客庄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得到，在当时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时候，为了抵御外敌的那一种氛围吧。对，有这种感受。那乐婷找了苏进一起来做，那这个你一开始要接这个总导演的时候，怎么去想象要给6队，然后最后怎么收束成9出戏？因为我们最近就已经渐渐要收拢到记者会、大会演的这个时间段，就等于说，在这个大会演之后，9出戏就会开始在各庄头百花齐放了。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家正准备快要预备好，就要熟还没有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大家收拢成一个亮点的演出。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很困难的，因为等于说。大家各自顾好自己的庄头跟你的演员其实是 OK 的，但是呢，6队的精神就是一定要出队，不出队你无法彰显说这些人联合起来做一件事情，从当年到现在到底困难点在哪里，他的精神在哪里，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曾经这件事情有可能没有办法落实，但是就是最后还是会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跟最近的战争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6队回头讲，他绝对除了他是一个宗族团体，他是一个开垦团体，他一定是一个战斗团体。他因着他的战斗的这个意识，才组成了6队，然后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就是说，你在一个很靠近战争的时代里面的话，这2群人其实应该更了解，就是什么是战争。然后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集结，可以做哪些事情？我们除了把自己家顾好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拿出我们更多心力来保护一个更大的族群？所以我觉得此刻做这件事情时，你会感受到这个意义何在。那我会觉得6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它其实就是战斗。6队300年的历史要编做9出戏，当然无咁简单。同时苏进屯、郑勋伊呢又有做编剧团导演，嗰所了一下听眼呢，来请教伊呢用嚟写一条戏。欢迎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今日我哋呢來賓係小導彈呢團長車淑清，韓國編劇導演林正勳，伊呢咩係一擺6隊總頭劇場蠻有重要嘅人物的嗬。一擺呢蘇進寫嘅高數嘅官要出去，係鄭勳寫嘅煙葉飯，韓國八音 reunion， 八音同時咩係導演。所以你们的涉入很深呐，苏进先讲一下高数的官亚翠戏好吗？我们想要写一个故事亚翠戏同俺美国有关，跟俺有做啦。我们先讲完之后换你讲。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官。前期填调的话，等于说就是郑勋这边一起去做填调，那就发现说一起的，等于说我们前期的填调的部分，那后来就变成是转到我这边来写这个故事这样。那我们就发现高数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特别的接近山区，然后它是一个所谓的桥梁之乡，它旁边4周都是河水，尤其是大陆关那个地方。那
所以那个地方的水跟它的息息相关，而且就是它很靠近山区，跟排湾族这边就会有很密切的连结。所以在9出戏当中呢，就是这出戏是最主要在讲关于族群的冲突跟融合，然后拿水作为跟石狮宫作为一个意象，这样。而刚好大陆关又是钟理和先生他的出生地，那这件事情，这3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最后我怎么把它串在一起？钟理和先生他最后一篇文章叫做《雨》，下雨的雨，然后它里面讲到是，他在最后过世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一场大雨，然后阻碍了所有离开这个村子的方法，所以他就死在那个大雨当中。所以这个水就变成是当中一个生死非常重要的意象。那大陆关，它有路也有关，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哲学的剧本，是人生遇到关卡的时候，它怎么走成一个大路，然后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样。那戏当中啊，主持人演到那个角色，他其实一人分饰2角，等于说他有一个现代的角色是在台北做永和豆浆的阿和跟他的太太返乡，因病而返乡，然后但是他们其实回到了这个故乡之后，他转换成了另外一个阿和，就是钟理和跟他的太太，然后来讲述这个故事，这样。所以它其实层层叠叠，就是我想借由水跟这个路跟关去讲人生的这个关卡。但是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角色叫做贾离婆，这贾离婆是钟理和他写到就是他的奶奶，但是这个贾离婆她其实就是一半就是排湾族嫁进客家庄，所以所有的冲突在他身上的时候逆转成为一个很和解的开始，也带出排湾族跟客家人在这个历史的斗争当中，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他们互相帮助和解，然后把这个冲突化为一个从上游一直流到下游的一个融合。故说一开始头前那田调是你们都会一起去，然后到各个不同的庄头，那只是最后谁写什么就再分。对，因为可能跟各自有所感东西也不一样。因为像小绿他对郑勋导演，那我们都叫他小绿，他对音乐就特别有感，所以他看到八音的时候，就会整个的音乐就成为他一个创作很重要的灵感。那我就不会有这个感觉，但是他就会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写那个2代之间冲突融合的一个故事，这样。古说填调的时间呢，会都会戏耶，然后最后你们会讨论，我好像对什么比较有感受，然后我来写这个这样。对，就是我们会填调之后再来做讨论，怎么样去写这个剧本。那当然还是由总导演这边来吩咐我们这样子。对。那小绿在填调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受到很大冲击的部分？我第一次到美浓的时候，就是遇到了祭河江的一个仪式。你有机会看到那个？对，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就是有一整群人把庙里面的神明请出来，然后扛着轿，然后所有的人通通出去，然后开始在小发财车上面敲敲打打，然后有的人甚至用走的，就跟着车子，然后很长很长的车队。那你会以为他们可能是要从这间庙去另外一间庙祭拜还是什么的，就不是，他们是从这间庙到了一个干枯的河床去，而且那个河床是平常基本上是不会有人走进去的，所以到了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很好奇这群人要来做什么，然后就走，一进去就开始发现他们把祭坛架出来，然后祭品，然后八音一吹响，然后耆老就开始念诵经文，那我就问了我们的那个顾问，对，策展人童玉华姐这样子，我就问她说，这是什么样的仪式？她就跟我说，这个是祭河江，那是为了感念这一条河给这一个村庄带来的这个丰收，还有这个水源，那还有这个庇佑，那最后再来一个还福的仪式，来感念这些神明，这样子感念这个河神。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可以把它放到我的剧本里面，这样子。我想现在年轻人都很难有机会参与这些，就快凋零的仪式，所以参加以后应该会觉得很震撼，非常震撼。因为我自己还算年轻啦，但也快不年轻了，所以
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更多的期待值是希望美浓这边的年轻人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那当时我们刚好在季河江的时候遇到的八音团，就有几个年轻人，而且是很年轻的年轻人，这样，大概高一有高一的，他是打那个打击乐的，那有刚大学毕业准备要去当兵的，那他是拉二弦的，对。那我就想说，哇，这边怎么会有年轻人愿意做八音这一件事情？那我刚好就去认识到了这个钟老师，就是这次跟我们合作的竹头贝八音团的这个钟老师，然后就跟他聊这样子。那其实钟老师年纪也不大，他也算是年轻中生代的这个八音团。那其实八音团从钟老师这边再往前往上推的话，基本上就是75岁以上起跳，所以等于说40岁跟75岁这边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断层，所以我就觉得做这一件事情一定不管在传承上面，还是说对美浓所有的年轻人，他们看见以后，他们是不是会激发他们更想返乡的心情？那一个地方其实，因为我们去年就是六堆300年嘛，300年听起来就是觉得哇，是一个很沉重的历史文化，又累积了非常丰富的。那你们当初要收束要成为剧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我那么多题材，我要怎么写？其实很困难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们整个计划分成好几个段落，等于说前面的策展人他有自己一个田调计划组，他们收集了一些故事，可是在编剧要接的时候，其实编剧可能对这些东西的对接没有那么直接，所以比如说像我跟郑勋就会觉得，我们比较习惯就是真的走到地方，因为你踩在那个土地上，你感觉到那个水纹，你感觉到那个人说话的方式，在捕捉角色上面真的会比较容易。那甚至很多我们当初的顾问，他就会变成我们的演员。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人活在这样子的地方，那我们希望把他的声音可以发出来。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有读一本书叫做《返乡的妹子们》，那其实他谈到的事情就是说，像在美浓，它是个博士村，但是呢，很多人回来之后呢，职业的选项不见得是长辈喜欢的，或是期待的。虽然他想返乡，可是呢，他觉得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一个很被期待的状态。所以应该大家会觉得说，年轻人返乡是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它却会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在里面也探讨了，就是说我回来，我想要做音乐，我用音乐来报答家乡，可不可以？或是我做文史来回报我的家乡，这样可不可以？但我不是博士，我也不是医生，我也不是军公教，那我这种职业选项可不可以？所以某种程度也是希望透过这个戏，它就像说 next 就是承接以前跟未来，所以我现在要怎么去讲六堆的故事，所以你们也会希望有符合当代性，就我可不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是这样吗？对，因为比如说像这次的合作里面，就是他有是美浓土生土长的中生代，他有嫁到美浓50年的，他也有他其实是新住民跟客家人混血的年轻人，那他们都会有一个自我的疑问是：我能不能代表美浓？我今天我爱美浓，我想做一点事情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我有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做传统的八音，还是你要玩摇滚，或者是说你今天是新住民，或者你是嫁过来的媳妇，那只要你愿意认同美浓的文化，愿意认同六堆的文化，那我们就是六堆人。不过我还有一点，你的观众堂会不会有一些芥蒂哈？但我真的很想问，因为你们做过很多地方的社区剧场。在美浓有什么特殊性吗？那个在地，我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强的一点点的那种客家意识感，就是在地的居民对内外之分，他们会很明显的、明确的把你区分开，你是客人，对，他如果认同你了、认可你了，他可以。就是好像有一点像以前客庄的感觉，你可以进来我的家门里面做事情了，或者是你可以进来我这边
好好的跟我聊天喝茶了，我不会再对你有敌意，或者是对你有疑惑，说你到底想来干嘛，还是你想在我身上获取什么东西之类的。观察期比较久一点，对，他们的观察期会拉得稍长一点点，比较慢熟。对，比较慢熟，对。但是熟了以后你就真的是我一份子那种。对，他们会特别的照顾你这样子。对。然後好多談到蘇金屯徵選講到，伊能用呢2到6隊寫出屬於6隊嘅個性呢個動態嘅劇本出來。第二下聽嘅呢，我繼續請教伊呢，假設自己做一個戲嘅時節，都當用呢嘢困難呢？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小導彈嘅團長車淑清同編劇導演林正勳，都有講到伊能寫3個劇本嗬，如係叫出戲3個劇本如係伊能包嘅嗬，啊2個內容嘅呢如係正勳寫嘅，嗬，伊哋係演嘅翻韓國百音 reunion， 嗬啊，唔過寫係的一個戲文寫完了劇本，要真的去執行，應該有很多難度，對不對？從一剛開始寫完劇本的時候，除了在配合當地原先填掉的總團顧問他們那邊再來重新修飾一次劇本的時候，就花了一點時間了。因為我們看到的，我們去在地走踏過後聽到的聲音，跟一般來說總團他們前面有填掉的聲音，有一些東西口述歷史畢竟會是有一點點落差的，對，所以在劇本上的修飾就會有花一點時間重新修過。那再來的話，遇到的困難當然就是找演員，對，那時候我們下去的時候，我們的製作人還有我們的執行製作就開始去各個，像我們這次是找到廣德社區發展協會。那我們那時候還沒找到的時候，是去各個社會，各個協會，然後去發起一個算是工作坊，對，工作坊，然後請大家來聊聊天，然後看看我們這次6隊300年要做什麼，有興趣的人我們可以留資料這樣。但剛開始跟大家講的時候，其實大家都蠻保留的，對，蠻保留。我那天可能要忙，我要回家煮飯。對，我沒有，對。所以在找演員上面就遇到了一個困難點，這樣子。然後後面慢慢的是我們找到了在地的，我們叫做伯公。對，我們找到了在地的伯公，那他也是八音團的前團長，然後現在是這個三山國王宮的主委。對，那由他，黃佩文大哥，對，黃佩文大哥，那由他來幫我們聯絡其他的人，然後找到了接下來的這些演員，這樣子。就是真的，我有一個 key man 伯公，如果猜拼人啦，他一定就是要在地的人去 call 大家比較有可能。對，可是他就是很妙，是有一個主要的團體，可是因為戲裡面有一群的年輕人，還要會樂器，還要會唱歌的年輕人。然後呢，可能之前鄭勳也想過，是不是要在高雄或別的地方找，但是後來他還是堅持說，一定要找跟美濃在地相關、會玩音樂的年輕人。所以後來我們是去美濃愛鄉協進會，因為他們之前跟林正祥老師有很多的合作嘛，他們也有培育了很多那時候國中生就開始創作客語歌的。我們就因為他們現在都大學，所以他們散布在各個地方，有台中、台南、高雄的大學等等，我們再去把他們從他們學校裡面拉回來，說家鄉需要你。然後沒錯，這個音樂就是這個八音跟搖滾已經有八音團，但這個搖滾樂團就是的建組就比較花力氣，讓他們一個一個人呢可以浮現出來，這樣。哇，光找人就很花力氣嘞。對，而且我那時候也是看到了客台這邊的美中時代裡面的演員，是我們這一次的女主角，但她在演美中時代那個時候，她才國中1年級，然後就已經演得還不錯了。那我那時候就看，我就想說，如果我可以找這個女生來演這個裡面的這個角色的話，應該還不錯。那就開始哇，
开始有点像是在寻根之旅的那种感觉，一直往上去寻找，什么老师介绍，然后到他现在在哪一间大学，然后慢慢的帮我们把这个人找到了，然后留了来，然后就跟他联系说，现在这个家乡有一出庄头剧场，那你愿不愿意回来，就是演演看这样子？那还好。这些年轻人其实都是对表演艺术蛮有兴趣的，自己私底下除了有在打工，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之外，他们其实都还蛮向往演戏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一次在年轻人这一块，除了要找会乐器的角色，花了蛮多的时间以外，演戏对他们来讲，基本上是没有需要他们太多，真的好像需要演技的部分对，而且他们是会讲客家话的年轻人对，就是这蛮难得。而且像里面的小男主角陈俊明，他妈妈是越南人，爸爸是客家人，但是讲了一口很标准的客家话。对，那我就觉得他就是那种愿意去传承，然后愿意认同家乡，然后用音乐歌声来为家乡发声的人。就希望他在这样子的机会上能够被看见，然后努力能够被肯定。那以咪要做安尼的戏吼，那有几飞屯老中青三代尽快路帮正来哈，把他们都拉回来，然后大家因为要表演一出讲自己家乡的戏，听起来应该会蛮有成就感的哈，对在地人来说。对，八音 reunion 这一次，我就是以音乐为出发点，那里面有用了八音的元素嘛？那年轻人是一个想去玩摇滚音乐的一个追梦的年轻人的角色。那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主题歌如果可以把一个快要凋零的音乐跟一个现代的音乐结合的话，那这个碰出来的火花应该会是蛮好看的。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上工作坊，那我安排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帮我写一段歌词，但一定会有人没有写不出来嘛，或者是不会写，那我就慢慢引导他们，我告诉他们，韵脚，我设定了几个韵脚，比如说 n、ong、ang、an、通韵之类的韵脚，那给他们去想有关这些尾巴的词，然后让他们一一去，回家的时候慢慢去想，然后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集思广益，这句话放在哪个位置更好，这样子。包括大哥大姐也写。对，那最后呢，大家其实都有写出来，但只是因为我们在旋律上还是需要一点点的旋律线条跟歌词的搭配，所以就是由我这边来做一个统整，然后把大家写的词句拉出来，这样子。那后面我们的整首歌表达的就是一个年轻人。他想要回家乡，但是玩摇滚音乐，但是他没有办法。然后他坐在这个要出去八音巡礼的这个小货车上的心情，他看见了这个暗夜寒风里面的这个行李的一些心情，这样子。那这个东西也是真实存在的，是我们广德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个吴佩玲理事长，佩玲姐她。把自己的自身经历，他说他以前也是到出外去打工，然后工作，然后后面回到家乡的时候，也是有一点点被家人还有被家乡里面的人不谅解，所以他在写这首歌词的时候，他们那天是要出去表演八音的，但是呢，他整个脑袋里面都在想这个歌词。对，然后。她的老公就是钟老师，那钟老师就想说，奇怪，怎么平常我叫你教个什么东西，你都教不出来？怎么写这个歌词，一天你就写完了？而且写完当天晚上，他就躺在他旁边，就把歌词拿出来给他先生看，然后就说，我写这样可不可以给绿岛看了？这样子，然后他先生就说，这什么时候写的？今天表演八音的时候写的。然后他们就好，可以这样子，然后就给我看，那我就没有想到哇，就是其实在地居民他们可以塑造的，潜能，他们其实有时候可塑性是比专业演员来的还要可造性还要来的强的，因为有的时候在地居民他们
在讲台词的时候，虽然他可能记台词还是技巧上可能没有办法这么的迅速，这么的快，但是其实他们讲出来是对这块土地有很深刻的感受的。但专业演员在这一块上面就会落差比较大，因为他们虽然有技巧、有演技，但是他没有在这边真正生活过，这样子。就是不一样。对，然后刚刚淑静要补充，就是说，对美浓来说，就是六堆的时代，以前那个集结时代过去了，可是最接近的一次，应该就是美浓反水库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年轻人返乡。那戏里面这个父子能够和解，是因为其实父亲当年就是反水库回来的年轻人，他也年轻过，而且我们演出的地方就是在竹头背面对的就是黄蝶翠谷原本反水库，就是水库要新建的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我们在那边演的时候很有一个既视感，就是这就是当年大家一起为这件事情所努力的，然后我们就还看得到那个地方就在我们演出的场地的眼前。所以那一刻的时候，不管他今天他是组成的分子是谁，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是美浓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智。这样，那一刻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凝聚力就会放下很多各自的成见，跟各自之间原本有的那些隔阂，有了一个更高的信念。这样，最尾的问题想要问的两位啊，如果希望大家来看一个六队总头剧场，你想要本意能看到嘛？想要给大家看到什么？那我最想让长辈们知道，其实年轻人，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跟做什么事情。你们可以放手，让他们去飞吧。对，对。淑静呢？因为客庄的文化其实还是面临的一个老龄化，那怎么样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回来，把新血带回来，让他这个河水可以丰沛的涌流下去？我觉得是希望看完这出戏能带来的一个启发。好，今天非常感谢淑清同曾云同安的分享，感觉会非常精彩，多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看戏哦，一定要来看哦。